上吧。倡导大家做公民，堂堂正正做公民，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，履行公民责任，推动教育平权，随迁子女就地高考，呼吁官员财产公示。在这荒诞的时代，这就是我的3大罪状。社会进步总得有人付出代价，我愿意为自由、公益、爱的信仰承担一切代价。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溃败、荒诞，这个国家需要一群勇敢的公民站出来，坚守信仰，把权利、责任和梦想当真。我很骄傲在自己的姓名面前署上公民2个字，希望大家也这样，在自己的名字前署上公民2个字。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共同努力，把公民的权利当真，把公民的身份当真，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，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自由、公益、爱的美好中国。